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係吳依容。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伊係一個木工師傅，可能同你想象冇同樣嗬。阿姨也成立咗一個木工嘅工作室，我哋分享嘅係實物工作室嘅一個創辦人謝依妮，分享依妮。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謝依妮，我來自屏東縣的九如鄉。感謝依妮來哈，我都有同大家講，就是我們今天來賓是一位木工師傅，然後以我們的性別偏見，可能大家先想到的係誰來嘅，結果我想到係誰麼嘅啊？我都講係性別偏見嘅嘛，不過更加睇一個木工界，是誰麼也還係少嘅哈，還是少？對，因為它還是會有一些體力上的限制跟工作上的危險，對，所以我覺得從事的女性還是會比較少，對。剛剛我行到一條路哎，你小時候是什麼樣的小孩？我小時候就是一個喜歡 DIY、喜歡勞作類型的人，對，所以一路走來都是以自己的興趣做發展，對，所以木工是因為我覺得木頭這個材質運用在生活周遭比較通用，然後比較可以融入在生活裡，所以後來選擇這個比較溫潤的材質。咁唔凡事就係唔講喜歡勞作、泡發圖，對。嗰種睇圖書嘅時間，你係會想講，我會往這個方向發展。對，就是小時候國中啊、國小，就是有一些美勞課特別喜歡，或者是到了國中，老師會希望你可以做一些海報，對，所以或者是有家政課，那時候就有木工課，然後那時候就非常喜歡了。我還記得我哋國中嘅時間沒有呢，會記書嘅啊，要轉動，我做每個人做一啲書架，那個書檔應該係咁講。我咩還記得，家下做喺啲時間很有成就感，因為佢係自家是誰都睇做的第一個大的東西。對，嗰種家下就係，而且你更早，你韓國種路提供自家喜歡一個。對，因為我爸媽算是蠻讓我們自由發展的，所以也不會限制我們說一定要成績很好，就是看我們興趣在哪，他就願意讓我們去探索。對，咁你睇大學嘅時間係讀乜嘅？我大學是念流行工藝設計系。對，都正經係一個路線嘅。對，因為大學就是一個可以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科系了嘛，而且加上我那年代大學林立很多。所以我就是選了一個我喜歡的。如果小書正經提供，如果會做也好。對，所以我的大學過得非常的快樂。對，就明年學習那東西。對，就是幾乎是全勤的狀態到畢業，然後又修到滿。對，正經如果程度你嘅興趣所在。對，非常的喜歡。咁你家下畢業嘅時間有去拍的？沒有，我一離開，因為後來大學畢業之後，我就去念屏科大的碩士班，木材科學與設計系。他那時候念到碩三，因為學科還是比較薄弱嘛，所以那時候我就休學，然後去打工換宿，然後換宿了1年吧，然後再去開設工作室。你去打工換宿1年？對。你有冇想要自己來開呢？唔係去拍的工作室去？主要是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是想要找一個小工作室待着，對，然後跟着師傅學啊，但是因為就是那時候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室，就想說那既然找不到就自己開吧。那請唔到嘅原因係乜嘅？都沒有你中意的？不是我中意，是那時候幾乎沒有工作室開缺，然後因為我也不想要找那種大型工作室，我就想要找那種比較創作型，然後是小型的工作室為主。對，因為我去打工換宿的類型都是這種個人小工作室，我覺得這樣比較能學到我要的東西。對。咁等於講，自己一出來都係頭家嘅呢，嗬？對。人家下個經費哪來呢？他是需要很多經費的嗎？很黑。那時候我覺得非常的幸運，你要說不幸嗎？那時候可能就是我爺爺剛好過世了，然後那個過世了，我爸爸有分到遺產，然後我就順勢借了錢，借了爺爺的遺產，對，然後花了20萬去投注在開業。對，咁人家講自己要成立工作室，陸家人他們沒有支持，但也沒有反對。對，我爸媽都是這樣子，
就是他们觉得你就试试看，就是你试，对，但是他们也没有说特别的会鼓励说啊，那我们有没有需要帮忙什么，比较不是这种类型。不是我们没本钱，还加你钱，对不对？要是支持路，也是啦。如果借钱也是一种支持，那对是有支持啦。哦，对。啊，头都以你讲，迄9亿九如，啊，因为俺的联络啊，跟九如路归有关系，就会给王爷奶奶回娘家。哈，不过其实九如很少客家人。对，非常的少。它整个九如乡只有一个庄头的，大概1/3是客家人。对，很少。古种是妈妈给骗。对，妈妈是客家人啊，爸爸是高雄，对，高雄人，对，哦，嗰种晚些就冇妈给非常多合法吼，就跟阿婆讲，哦，对，啊妈妈他们跟我们讲话又转国语，所以我们都讲的哩哩啦啦，哦，如冇妈给非讲，对，不过唐喊声唐还是听都听得懂，因为其实耳濡目染，因为每天就是生活在外婆家跑来跑去嘛，所以其实听都听得懂，只是爸爸妈妈的习惯就是看到我们孩子就是直接讲国语，对，不过如等以后一次留啊提家乡呢，你跟家乡的缘分很深，因为你工作室你系可以提9亿，哦，如一次提自家的环境啊，对，冇想过会出去那边哈？没有，因为我爸爸妈妈在我大学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弟弟好像也刚好出门工作，我忘记，然后就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还蛮想在家里陪伴妈妈的。对，因为变成说他都自己住嘛。对啊，他虽然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会觉得说，至少晚上回家有人为他留一盏灯，在家等他。对。哦，眼里面有一个原因，想要陪妈妈。对。哦，阿妹因为唔有安尼个技术，故说可以自家提家乡，可以在工作室。是的。不过唔可以，因为个特别钱。可以开工作室，不过我有客源呐，吼，该跟银行可以对内留言哦。大家怎么找到你的？一开始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在屏科大念书的时候，然后开始有做一些木工的小作品，然后学校的教职或者是行政人员，他们知道这件事之后，有试着跟我订一些东西。对，然后当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开店的老板。然后他们可能想说你会做木工，也会想跟你订一些东西，但一开始当然是客源没有那么多，所以中途我还是有去接一些朋友的工作，例如有朋友他在做一些共学团，他需要一个摄影或者是陪伴孩子的人，然后我就会去打工，或者是有同学是室内设计师，他们需要人家帮忙拍室内设计的照片，我去帮忙拍。哦，对。哦，没我翕相。对，我也很喜欢拍照。哦，所以你很多工嘞哈，如果你还可以。对于美的事情，我很喜欢啊。哦，嘿哦。对。哦，嗰种又会做木工，又会翕相。对。啊，你讲你一开始其实本来係想去學嗰種小的工作室，感覺學嘅到嗰度東西。對。咁你自家有發現講，因為大家嘅風格規模共樣。對。你自家中意嘅係用哪一個風格？我喜歡。工作室的理念，它是一个比较永续的、比较环保的，对，所以我那时候选择工作室，我可以介绍，就是有2个，一个叫果然室，另外一个叫美好岁月，他们2个都在东部的海岸，对，然后他们一个是做飘耳木花旗，另外一个是做旧木料，对，旧木料创作的吊饰。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就很喜欢这种素材，加上跟环境永续比较相关，对，所以我的目标就是以这个为主。为什么啊？跟原因係嘛？嘅侬會對一個環境的永續會過充實？我不知道这是客家人的一点血缘关系嘛，比较有这种节俭习物的感觉，对，然后加上还有一点就是我爸爸是做一些拆除的工作的，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在学校念书，他刚好在我们学校附近拆除房子，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拆除房子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旧的菜橱，就是现在那种面摊会放卤味的那种复古菜橱，然后就问我要不要，那个是我的第一件捡到的旧木料的家具。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爸爸同讲对，我爸爸跟我讲，所以某方面也是家人推坑了。
你的意思是一开始你还没按听下来讲，我就是要用旧木料。对对对。嘿，爸爸保本，也偏有一个模型，我一个刚我技术来做东西嘛。是。哦，按期呢吼，就爸爸本来没按支持，可是他看到了，有个餐呢哦，我来数嘛，如保本餐呢，这个蛮有趣的如嘿本唔免都讲，嘿啊，有 Q A 可以用啊，做嘛一定要去读书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旧木料就像前面的作品一样，其实每一个旧木料上面它都有自己斑驳的颜色，或者是丰富的颜色，就像那个杯垫一样，它其实上面的颜色都是它本来原来的漆面的颜色，它不是我刻意去染上去的、涂装上去的。对，它就是有它自己的色彩，我希望可以保留它原来的色彩。就像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质或一些外表比较特别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有时候不是缺点，其实你把它好好善用，它都是一个优点的一部分。高中亚杯垫本单还嘛个？那个咖啡色的地方是学校的课桌椅。白色跟蓝色的地方是以前旧房子的门框或者是窗框的边条。对对对。以每一几块的，你还可以丢起来。对对对对，它都是拼接。因为旧木料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都是小小的东西，或者是很零碎的东西。当你要做成一个比较有亮体的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拼接起来。然后拼接的时候，它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样子的风貌被兜在一块。我觉得就很像人跟人凑在一起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样子，然后凑在一起，其实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样貌，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很特别的团队，就像你们一样。对对对。如谈得出以你迄各位面各位脸上的人吼，那有可能就无用迄材质都用下，多抢讲到一个笔条的其实伊还有做太的东西，因为根本冇办法带过来通过到作品有关的事情，我们聊一下个技术多种来打嘴鼓。非常多种来福起来嘅现场，我们今日有请到嘅来宾系一个贴黑的木工师傅，伊也成立嘅工作室在请伊吼。以前我们我感觉讲师傅讲什么嘢，好像会有点违和。不过更加我们嘅可以也无共用嘅，马个条路什么嘢路做会得。好以美国有一个以七个理念，中会如何用 Q 塑料，都是用旧木料，对，完全不用新的，对不对？很少，除非客人要求。对。某如何主打给我的品牌？对。很多食物，还为什么？捡拾的拾。对，就是我就觉得说，我捡到的材料就是我从大街小巷收集而来的。我觉得像穿梭在都市里的小松鼠一样。捡拾了这些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标语叫做"拾起实实在在的好物"，取头尾2个字叫食物，然后当做我工作室的名字。对，工作记得材料如何还有你嘅亲朋好友，对，伊能会发现，对，像俺们冇去注意嘅，我真的想不到我去那请 Q 塑料呢。其实很多像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像春节，不是会有清洁队可以回收大型家具吗？那时候刚创业初期的时候，就会趁那时候去捡拾一些我们要的素材。对但因为我现在是爆仓的状态，我基本上已经很久没有去捡旧木料了。还有豆豆已经用唔开的。对，因为刚好我成立的那时候，可能很多房子都在汰旧换新吧，所以我你看哪年成立呗？2017年。对。刚好轨道我给露台差。对，他因为加上我爸爸也是做拆除的，所以其实也因为他的关系，我也收了很多旧木料。故说其实你的货源很充足的。对我基本上是不愁木头的。其实没反映到呀哈，我们如何物资过剩是，你爱请其实如何请没到，你有心爱请一天请没到，对，只是你有一个心嘛，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对，它就是显得比较费事，它跟一般的
一般的商业走向的工作室，它就是显得很麻烦、很费人工、很花时间。它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事，也是我想做的事，以我小工作室就很适合。对，我也喜欢。刚你去 Q 书了书来过后，我讲麻烦，如嘿，伊会做几道处理嘛吼。对，因为你收到一些旧木料，上面一定会有一些钉子，或是会有一些弯折处。或者是有一些漆面，然后你要依照客人的需求去处理掉这些东西，所以它光你在使用要进行到制作的时候，它前期就有很多工作要准备。它不像我一般的木工工作室，你要去木材行、建材行买了你想要的尺寸，回家就可以开工了。对。工作可能你给前置发的时间还够多。对，是的。刚有这种一定，我有你看起来嗰种几好。你过处理过后，发现伊用唔得的。有，因为很多像白蚁，它在啃食木头的时候，它会先从里面开始吃，吃到最后，真的是整只吃完了，那个木头上面的表皮才会破洞，你才会发现有白蚁。所以有时候的确，你钉子都拆完之后，你搞不好开始摸这块木头的时候，才发现，其实白蚁早就都把里面吃光光了，你前面就白做工。哇，对。假如会判断花给时间吼去处理。对，所以每次在选择材料的时候，你就是要先做一些稍微的检查。韩国不是讲，其实要处理迄个，唔能提供也可以做嘛嘅。还是你看到你有想法的。有些材料看到你就会有些想法，可是因为我的工作室是以客制化的定制家具为主。木制品为主，所以其实我的材料的使用都是来自于客人他需求什么，我去找什么适合的料给他，然后再跟他询问说这个材料你喜不喜欢。对，工作可能是爱上的一种，比如讲安泰的做的。对，如果去想，讲爱可能买个塑料还适合的。对。啊，又会去问呢吼。对，因为旧木料它因为有很多颜色，就像那个北点一样，它有很多颜色。有些客人他可能不想要什么颜色，或者特别想要什么颜色，然后我就会先选好，然后拍照给他，做很多重复性的确认之后，才会进行到制作这张桌子。因为某像一般呢，你可能画个设计图。对。就照图施作咯。对，你冇可能。我的比较难，尤其是要照图施作这件事情，因为旧木料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对，所以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跟客人做很详细的讨论。对，刚我有耐心呢吼。对，但是也因为这个过程很冗长，所以很多时候会跟客人变朋友。因为他会感受到你对于这个过程的用心吧，然后加上因为会一来一往。这件事情它不会这么的快速，也因为这一来一往的关系，让客人跟我们业主之间有一些更深的互动吧。对，韩国不是讲，我现在用 Q 塑料来做一堆去改家己的嘢，其实你的理念已经筛掉很多客人了。对。如迄爱很花时间，希望来请来做买咯吼。如去请做国家的，也算讲去 IKEA 买，唔如过简单哈吼。如迄爱想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又爱运输环保的，那我来请。对，咁如果很花时间啊。对啊。所以以前我的客人在早期成立的时候，大多都是台北的客人。对，因为我觉得台北一是他们的吸收的资讯量比较大，然后也会试着想要去多花一点钱做一些比较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家里。所以其实我早期我的客人几乎都是北部的客人，而是到了这几年，我开始在经营一些农地上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才开始慢慢转向地方，有一些朋友或有一些客人认识到我。然后开始接一些南部的工作。你作为种滤青最多的是哪一种东西？你说品相吗？我前阵子有稍微看了一下，我发现我做了蛮多信箱的。对，我做了蛮多信箱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哇，刚刚你的信箱完全不会共用呢？对，每一个都不一样。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信箱是一个蛮能代表这个屋主的一个，对，然后蛮多人定做的话，他们都希望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对，
又讲唔讲爱过胎又冇多太太，对，好像可以试试看。对对对对。韩国唔是讲唔给门路唔是怪，唔过唔嘅心胸冇强用。对。感觉你们面路还冇强用。对对对。哦，有一张咩做过多信箱。对，而且因为信箱的大小，然后加上做法，它其实在单价上也不会太高。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想要入手独一无二的客人，他们可以尝试的一个品项。不过因为唔用的东西 anti-pad。我每一张信箱的价钱冇强用冇？多少有一个落差，但是因为我的计算方式都是以我的工时算，你一个信箱差不多就是可能1天以内嘛，我就会抓那1天的我的工钱加材料钱，然后报给客人，所以落差不会到太大，除非他想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造型。头头以你来的时间，人讲哦，唔带如何西方的东西，伊讲嘿啊，因为太阳人天内都拿这位啊，这个唔好留啊。头头唔抢讲到比贴的，都感觉过贴拍的，咁唔限同人咧介绍一下其他的作品好冇？左边第二个那个小岛，就是上面有树小房子，那时候是我自己开发的一个叫做小岛，因为我觉得像台湾就是一个小岛，然后每个人我们就是很紧密的生活在一起。我印象很深刻是做这个时候刚好是疫情，我觉得每个人就像被困在一个孤岛一样，因为那时候我们都不能出门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岛跟岛之间，我们还是有一些连结，可是我们却目前是独自在那个环境里面。对，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学普门永续设计，然后就会觉得比较会关心到土地，会觉得说，你有了房子，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植物？所以那个房子旁边就会有一个小树搭配，就是有一种可以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的那种感觉。对。如果等于你这个作为一个装饰，对，它比较是摆饰类的，所以比较多买的客人，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店家的客人。对。古时候你也有做摆饰。对，摆饰有，但比较少，因为大部分还是以客制化的家具为主。也个如果疫情期间有这个一的讲书，对，有一些时间，然后可以做这东西。然后那时候做的时候，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可能刚好不知道是被文字打动，或者是因为大家都在窝在家里，是试着开始想要做一些比较居家的生活的空间摆饰吧。所以那时候倒是卖的还不错。韩国有个讲啊去起码话如何，头都俺们工作人员摆好诶。其实俺冇嘛确定哪几个是印尼带的，因为都很没有违和感。各种俺人制作单位这个的东西哈，你讲亚路很凶而已，就是它放在哪里其实都不违和。对，我希望它不用特别亮眼，但是它可以融入到任何一个环境，就像我们木质的家具一样。对，韩国不是讲都黑，用黑摆饰，不过你用书的做诶，就是那个温润感哈，会感觉很有疗愈。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木材它就是一个比较不会伤害地球的材料。你今天就算之前我会跟客人开玩笑说，如果你今天不喜欢这个作品了，你最多就是把五金拆一拆，然后埋到土里，它就会消失了。对，就是它不会造成地球太多的负担。我想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有种问心无愧，你不会伤害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资源。对。还有金讲的最右边的给黑嘛这个是之前一个客人他们在做集资的桌历，对，然后它上面其实就是放一个桌历卡，然后等桌历卡今年度的用完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手机架。对，哇，贵功夫的一个对，然后它可以把它2个拆开变成一个平面收着，对，比较是多功能的。没就会贵环保，没像俺人是从哪都的东西，你就是觉得啊，然后费数，可是它就是其实就是垃圾啊。对啊，是的。头头呢，因也还有讲到半农半牧，韩国普门，也个如嘿对俺人几多年来讲，嘿咱们新的概念，俺人了一下，个继续来参考因也系嘛嘅。
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我哋今日来宾系一个师傅木作嘅工作室嘅创办人哦，蔡依妮。头头依妮有讲到，伊如系艺术一个 Q 塑料来做伊嘅作品。头头没有讲到，伊嗰度无论系太空嘅还是西方嘅作品，如系过花时间。一个咩系表示讲顾客以及个咩地爱过花时间。头头有讲到铺门嘅一个设计，伊系咩也有自家嘅一种考察，还有去上伊哋嘅课系咪？对，这是嘛个东西啊？普门永续设计就是一种用跟自然共存的设计方法。该怎么讲呢？它其实不只是木作而已，它里面有讲到很多绿建筑，然后水资源在利用，还有农田的规划。或者是一些生活上对于地球永续比较友善的方法。对。感觉这面向包山包海呢，吼。对。嘛个旅游。对。唔系像俺们一般讲的设计嘅意思。对。古时候以为因那列一系列的课。对。像我的今天穿的衣服，其实后面这就是普门的衣服。你的 T 恤。对，然后它有一个3大的理念，就是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分享多语。对。然后我很喜欢这3句。对。如系对一开始接触到一个 Q 塑料嘅理念，如一次去实践它。对。一个中间有遇到嘛个困难啊？困难可能就是一开始不知道客人在哪吧。对，在找寻对的客人这件事情比较难。对，但因为刚刚好我那时候，因为我都是网络上的客人，所以刚刚好那时候脸书非常的普及，所以其实比较容易被看到。如果是现在这时候，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现在的社群软体的发展又有点不太一样。对。可是前面那个睇小银行的睇奈那个时期有很长吗？好像一年多吧，所以那时候才会去打工。但因为打工认识了很多在地的人，然后也开始慢慢有加入一些在地的客人或是朋友，他们可能家里可能缺什么的时候，就会开始想到我。对。个屯做kyung用嘅安尼理念嘅木工师傅多哈？好像没有很多对，其实可是我知道，像高雄有，台南也有，可是那就是非常的零星。对，然后加上其实的确不容易，尤其这个行业，我这个方式，其实它就是比较费时，你要到养家活口，讲真的要非常的卖力。可是因为我只需要照顾好，一人保全家保。对，我只需要照顾好我自己，所以其实我很有余裕去做这件事情。对，都唔是小工。会开家，对，加上可能我也是女性吧。刚你这个提身为女性木工师傅，你有遇到过嘛个在行业上的困难啊、歧视这种吗？一开始多多少少有啊，对，可能就像我大学去实习的时候，会遇到那种木工的师傅会对你有一些性骚扰的行为。所以那时候才慢慢开始去学着保护自己，然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从长发变短发，因为是因为利落嘛，然后再来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希望让自己可以看起来更独立、更 man 一点，对，让人家觉得有一个距离感，因为长发毕竟还是有一种比较柔弱的刻板印象，对。就为了保护这个时候，有点再去符合某种刻板印象。算是对，所以最近也有在想说，要不要慢慢把头发留长。想要对抗这个刻板印象。对，但由于现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其实还蛮难把头发留长的，对。还有头都有讲到讲，你应该还半农半牧哦。是。嗰种还有睇港中哦。有，我现在有一个2分的农地，对，然后我在上面有种植一些作物跟一些台湾原生种的树木。咩係睇叫伊？对。那我想我開始港中，嗰係1多年前開始。3、4年前。对，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跟土地上比较有连结，因为木工其实
从2017做到现在也一段日子了，想要做的东西或想要接的客人，好像也都体验过。可是接触土地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件比较新的事情。虽然我是住在乡下的人，然后我妈妈也是农夫，可是因为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就比较少接触到务农这件事。可是租了农地之后，开始跟土地有连结之后，才会体验到一些新的事情，或重新去感受跟土地。刚一开始种成效如何？因为我主要是自给自足，所以大部分是这样冬天就蛮好的，因为冬天开始比较凉爽嘛，种一些蔬菜它们就会长得比较好。对啊，当然夏天就是比较难，但是因为也没差，因为我有正职的工作，我有木工，所以务农反而是一种像休闲娱乐一样。对对对。刚你种东西是那种自然农法哈？算是对。假如其实不太要费心照顾，那样的工我觉得前提是需要，因为你要建置一些设备，对，你需要像有一些雨水收集系统，我觉得这是我里面最成功的一件事。我就利用工作室的屋顶，然后利用下雨的时候去收集雨水，然后这个雨水收集下来呢，就可以浇灌我的蔬菜，我就不需要再抽地下水来浇灌蔬菜，对。你的种的方式是有要符合某种规范的吗？我种的方式是参照我去学的普门永续的方法，老师有教一些方式，然后我就算是边实践边操作，试试看适不适合我，跟适不适合我那块土地。对。你对于港中感觉最大的获得是什么？获得就是冬天会有很漂亮的蔬菜，然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非常的开心，对，因为你可以一大早起床，只要走出家门，你就有现采的蔬菜可以吃，对。刚刚你都不是椰皮呀，那个也都不用施肥什么？对，然后鸡透过吃东西，然后它们就会大便嘛，大便它就会回归到土壤里，土壤它又会转换成养分，对。感觉我港中黑天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可是你讲起来好像会强怂呢。因为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我有朋友就会觉得说我很像在过退休生活，可是我就觉得喜欢的生活干嘛留到退休？当然是尽早去执行。你喺某个时间发现到你喺适合安尼嘅生活咧？其实我从小其实就蛮喜欢我自己的我爸妈的那种生活环境，因为我本来就住在乡下，然后我家附近都是我们家族的农地，对，所以其实我就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说我想要去改变什么，或者因为我在求学的路程或者是在跟人交往的过程，因为有去到台北嘛，可能去到比较大都市的地方，我就觉得哇，车水马龙。那个不是我喜欢的生活，我不想要住在高楼大厦里面，我想要一踏出去就有泥土，然后就有草地，对，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我说港中的这条事情对你都唔系辛苦的事情。对，还好。因为像我妈妈有种菜啊，她每次都讲起了个味，一个我俺牛虫好给射落的瓜牛都把我的菜吃光了。你会有安尼？也会有啦，对，也是要抓一些什么非洲大瓜牛，因为就是外来入侵种嘛。它一定你不处理它，它当然会把你的作物吃掉。但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乐趣啊！我甚至有把它设定时间在我的手机闹钟里，就是每天到了晚上7点，它就会响提醒我说要去外面抓瓜牛了。嘿你的闹钟嘿牛射落呀？对，安心吗？因为假如嘿你感觉唔想的生活，对，不是我按了一般都市人会讲也个我个味的事情，其实对你都唔系啊，因为假如嘿你生活当中，按了7点会射完，7点会牛射落，对，都按你的生活。我说真正都係像頭講理想生活不用等退休。是。我說按後生感覺愈睇高嫩，你想要一個你的呢？是，很完美的感覺呢。大家都沒有什麼困擾嗎？困擾嗎？困擾可能就是附近有一些慣行農法吧。對，這是我養熊洞。對，然後加上因為九如鄉還算是一個
畜牧业比较发达的一个乡镇，所以难免会一些畜牧业的味道。对，不过其他都感觉是过办理的。大致上我觉得还好像可能出现蛇啊，出现那些什么昆虫啊，我觉得对我来说都不是太困扰。对。刚刚还有哪个理想上的特色哈？感觉你想要做的都做到了哎。我希望我现在种的树，它没有机会长成一片森林。对对，然后我当然是希望说，当我那个农地也可以发展一些，让人家小朋友可以来体验，去或者是让一些想要过半农半牧的人来到这个基地，可以去体验看看，尝试看看。对，因为毕竟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对某些人还是有一点困难吧，或是需要冒一些风险，因为现在农地越来越贵啊。其实你要贸然就买一块农地过这种开心农场的生活，它还是需要一些风险存在的。对啊，如果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打工换宿的方式，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的。对，如果从这个循环开始的哈，如果你以前去推动这个打工换宿，啊，更加常因为因茁壮诶，包括你的树哈，如果你变做可以提供一个人来体验韩国打工换宿，感觉这循环又开始诶，很棒呢。感觉各位你的如何真正是很永续的。对，我希望我的永续不只是在我的木工里，它是落实在我的生活里。对，非常感谢今天以你同样的分享案多，我这个感觉收获很大，也很多启发哦。非常感谢咩，祝福你一切顺心，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感谢，接下來請觀眾朋友繼續聽論欣賞好好運通。觀眾朋友有請許多福起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還有天野藝人嘅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起來嘅最新消息。